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主任。大家应该拢有一款经验，就是想一个人，也是一项代志，想到就有一种的感觉。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看心。看心，汉字写作看心，罗马字写作科瓦看，思音心，看第三条，心第一条。看心就是心肝来看念某物人，还是某物代志。台语内底，甲看心我意的词袂少，有看怒、烦恼，嘛有人讲烦恼、操烦等等。若叫看心，咱会讲操心百百，也是讲烦恼甲袂食袂困，心肝甲鬼球，有时会操烦甲面忧面结，忧头甲面。像讲有一摆，阮囝国中大毕业，甲同学出去佚佗，住饭店，拢无敲电话转来，我着烦恼甲袂食袂困，忧头甲面，一直到看到伊转来，我才安心。甲看心的意思，倒边的词有安心、乐心、温馨、放心，嘛有人念做放心。咱的看心的人，通常若毋是亲人，就是朋友，尤其是行甲长日的男女朋友，几日仔无看到咧病想死，想医想甲医生来看，拢无效。俗语讲，食家己的米，烦恼别人的代志，意思是讲，人伤热心，咧斗操烦别人的代志，也是咧嫌人家薄，爱管人的闲仔事。六，看心、烦恼、温馨、操心百百、忧头甲面，食家己的米，烦恼别人的代志。后摆咱若咧看心别人，也是烦恼一寡代志的时阵，会记你先休困一下，冷静落来，代志定定无咱想的遐严重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